国内消息来看，为着要达成零碳排的目标，传出内政部按算要伫国家公园的建筑物设太阳能发电哦。环保团体是指出讲，国家公园的建物要设光电板哦，都要考虑到生态。国家公园署是表示讲，目前各个评估会来考虑到环境、生态甲景观。光电板种电的议题，因为背后牵涉真大利益甲真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一直引起讨论。为达成净零排放目标，内政部加大建筑净零日头，传出要伫国家公园建物或者是停车场加入触电光电，引起讨论。适合做光电的地方，我们才会做光电，因为光电我们还要考虑到它环境跟景观，还有生态的一个因素。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强调，目前还在评估阶段，会以环境生态甲景观做重要的考虑，无可能影响生态发展，各强行进行。用电量比较高的企业，它除了自己本身尽可能去做日程上的节能之外，可能也要自己去发展一些再生能源，然后不完全是全部都是由政府来扛。石化钢铁在过去的这40年、50年，它在台湾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曾几何时，这些其实已经都不符合台湾的。如果重新检讨完了以后，台湾其实可能绿电就不需要那么多了。款团是认为 AI 或者是半导体用电需求扩大，政府未应将 AI 或者是半导体扩张需求当作是规避净零责任的借口。国家公园建物设光电板，当然爱顾虑生态。可以肯定啊，但是当然也要考虑到生态的评估，要去盘点，这个当然是一个应该努力的方向。屋顶重电还是需要强化，包括政府的公共建筑都需要再强化。长期研究缺电风险的学者认为，先向国家公园建物设光电板，若顾虑到生态加景观，就会用做。不过也建议公共建筑伫节能能源爱搁强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